因为靠航园区的关系，新竹地区这几年当地厝价是起价惊倒人，无法度负担的民众，干那会当细厝来住。而且目前新竹社会主体也未完工，为了要解决大的问题，新竹市政府呢配合中央来推动包租代管4.0，鼓励来新竹食头路民众会当把这厝内面的四大人带来到这下县市换所在来住。除了这厝税钱会变较俗以外，佫会当照顾到家己四大。因为这个房间很大吼，都要慢慢扫。摕扫帚扫涂骹整理房间。今年69岁杨阿嬷甲后生原底细厝住伫新北市，最近因为后生工课关系来到竹北，用时代做伙大的条件，找到包租代管的社会主体，嘛对过去25平一个月厝税28000，即马变成35平只要24000，若省4000块，加上阿嬷伫中华的旧厝，嘛委托业者协助代管，每个月可会当增加10000块的收入。在那边是环境没有这么清幽，就是楼下就是大马路，来竹北这边是看起来就是很大间啊，很清爽，还有管理员什么的。换居方案呢，它对于就是客户来讲是有2个条件的。第一个条件就是65岁以上，他名下就1间房；然后第二个条件就是他有身心障碍的手册，然后名下也是只有1间房。这个部分就不限制年龄。新竹市配合中央，鼓励民众加入包租代管政策，厝头家除了逐年会当减税以及补助优惠，嘛互来新竹食头路的少年人，除了有好的环境，嘛会当照顾厝内四大。政府对于就是换居方案的房东的优惠来说的话，它一样就是可以有3多的补助跟3税的减免。那3多补助是针对1年1万房屋的修缮费以及公证费，再来就是保险费。业者指出，包租代管4.0，除了提供厝头家1年20000块的修缮补助以外，还有公证费用以及相关保险补助。这几年确实增加民众参加包租代管的意愿。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